现代台语译本箴言22章，名声比大财富较通意爱，运费比金银较通欣羡。好业人甲善车人有共同的所在，因拢是上主所创造。会变巧的人看到危险就闪避，戇直的人直直进前去受灾害。谦卑敬畏上主，就有财富、尊荣、性命。咬歪曲是非的人，行的路有刺僻甲罗网。保守家己性命的人，离开迄条路真远。着教养囡仔行合宜的路，伊到老拢袂外出。好业人管辖善车人，欠债的做债主的奴才，也不义正直的人会受灾祸。以欺压人的势力会受毁灭。好心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将美娘分予善车人。赶出自高自大的人，三钱就无去。冤家甲侮辱嘛会煞。心清气、讲话温和的人，王会做因的朋友。上主的目睭看顾聪明的人，毋顾伊破坏奸诈的人的言论。宾大人讲外口有屎，我若出去会互伊咬死。阴妇的喙是深坑，上主所厌恶的人会跋落迄内面。囡仔的心互愚戆甜地，管教的锤仔会甲愚戆赶走。